歡迎嚟到故事茶座，我係 Max。今晚同大家講個關於香港地鐵嘅都市傳說啦。你哋有冇聽過彩虹站有個隱藏嘅第三月台？話說呢個月台唔係咁簡單啊！今晚呢，就同大家揭開呢個謎團。2024年11月一個深秋嘅夜晚，凌晨2點幾呢，彩虹地鐵站最後一班車已經開走咗，成個站得返一個職員啊。阿傑今年28歲，入咗地鐵公司3年，啱啱調嚟彩虹站做夜班站務員，夠1個月。佢聽過好多前輩講呢個站嘅傳聞，但係一直都當係故仔嚟聽。突然間，控制室嘅閉路電視熒幕閃咗下，阿傑抬起頭見到1號月台嘅畫面有啲唔對路，熒幕角落有個紅色嘅身影企喺月台嘅最遠處。阿傑即刻走出控制室，嚟到閘機前面望過去，月台空空蕩蕩，咩人都冇。佢行返入控制室，再睇熒幕，個紅色身影已經消失咗。過咗大約10幾分鐘，控制台上邊嘅廣播系統指示燈竟然自己着咗。阿傑望住盞燈，手心開始出汗。冇幾耐，即係成個車站嘅廣播喇叭同時響起，一把女人嘅聲音講到係下一站彩虹 ，Next Station 彩虹。但係呢個時間根本就冇車到。阿傑終於忍唔住咧，攞起電話打俾一個退休咗嘅前輩啊。陳伯。陳伯咧喺彩虹站做咗35年工程師，由車站啟用嗰日咧就喺度，所有同事都話如果呢個站有咩唔妥咧，只有陳伯知道真相。電話響嘅時候，陳伯已經瞓咗啦，但係一聽到阿傑把聲，佢就知道咧呢一晚終於嚟咗。佢等咗呢個電話，等咗好多年。陳伯着好衫喺衣櫃最深處咧摸出一條好舊嘅鎖匙。呢條匙咧佢收埋咗45年咧，鎖匙上面咧綁住嗰條紅色絲帶咧，顏色已經褪到幾乎睇唔出。陳伯叫咗架的士由彩虹村去地鐵站，明明只係5分鐘車程，但係呢一晚咧佢覺得好似特別漫長嘅。車窗外嘅街燈一盞一盞咁掠過，的士喺車站門口停低。陳伯落車，企喺呢個佢工作咗35年嘅地方前面，車站嘅招牌已經熄咗燈，成個建築物好似陷入咗沉睡一樣。阿傑喺職員通道等緊陳伯，兩個男人喺空無一人嘅車站大堂見面，一個年輕緊張，一個年老沉重，冇多餘嘅說話。陳伯只係講咗句：帶我去控制室。陳伯望住閉路電視熒幕，1號月台依然空無一人，但係佢嘅眼神好似睇到阿傑睇唔到嘅嘢咁。佢沉默咗好耐，最後講咗句：佢終於返嚟啦。陳伯帶住阿傑行過車站大堂，嚟到1號月台尾端呢度有一道好舊嘅鐵門，上面寫住員工通道，嚴禁進入。幾十年嚟冇人留意過呢道門。陳伯用嗰條收埋咗45年嘅鎖匙插入門鎖，咔嚓一聲，道門打開咗，一陣霉味同潮濕嘅空氣由門後面湧出嚟。門後面係一條好窄嘅樓梯，一直向下延伸。阿傑跟住陳伯行落去，越行越暗，越行越凍。呢條樓梯好似通去另一個世界咁。樓梯嘅盡頭竟然係一個完整嘅地鐵月台。呢度嘅一切呢都停留喺1979年，舊式嘅瓷磚花紋、舊式嘅廣告燈箱，甚至月台上面嘅時鐘都停咗喺3點17分。企喺呢個月台上呢，陳伯嘅思緒翻到咗45年前。1979年呢，彩虹站呢仲係一個大地盤。當時陳伯呢30幾歲呢，係地盤嘅助理工程師，而佢嘅拍檔係一個叫阿蓮嘅女工程師。阿蓮係當年少有嘅女工程師啦，26歲聰明能幹啊。佢負責嘅呢，正係彩虹站嘅第3月台工程，一個原本設計嚟做後備月台嘅隱藏空間。呢個月台呢，理論上只有工程部嘅人知道。嗰日呢係1979年6月嘅一個黃昏。天氣報告話會有暴雨，但係地盤趕工，冇人停工。阿蓮喺放工前呢話要再去檢查一次隧道嘅支撐結構。陳伯話陪佢一齊去，但係蓮話唔使啦，好快返。暴雨
嚟得比預期中快。當陳伯聽到嗰聲巨響嘅時候，成個地盤都震咗一下。第三，月台嘅隧道頂部塌咗，阿蓮就喺入面。救援隊嚟到嘅時候呢，已經太遲，塌方嘅範圍太大呢，要挖翻出嚟至少要幾個星期。最殘酷嘅決定係要即時灌水泥，為咗保護成個車站嘅結構，唔可以再拖。就係咁。第三，月台永久封閉。官方記錄入邊呢個月台從來冇存在過，所有圖則都修改咗，所有文件都燒毀咗，只有陳伯偷偷保留咗一條鎖匙同阿蓮綁頭髮嗰條紅色絲帶。陳伯講完呢段往事，成個月台陷入咗一片沉默。阿傑望住眼前呢位老人家，終於明白點解佢會喺彩虹站做咗35年，死都唔肯調去第二個站。就喺呢個時候，月台上嗰個停咗45年嘅列車顯示屏竟然着咗綠色嘅字喺黑暗之中閃爍，寫住列車即將到站 ，Train approaching。阿傑嚇到向後退咗一步，但係陳伯冇喐，佢企喺月台邊望住隧道最深處，黑暗中有一點光，越嚟越近，越嚟越光。一陣低沉嘅軍龍聲由隧道深處傳嚟，一架列車，一架70年代款式嘅銀色地鐵列車，竟然駛咗入呢個廢棄咗45年嘅月台。車廂內冇着燈，但係車門慢慢打開咗啦。車門打開嗰一刻陳伯嘅呼吸停頓咗，企喺車廂門口嘅係阿蓮，同45年前一模一樣，26歲，着住當年嘅工作服，面上帶住溫柔嘅笑容。陳伯行前一步，把聲沙啞：阿蓮，對唔住，當年我應該陪你一齊落去。阿蓮輕輕搖頭，微笑住講咗句：你已經陪咗我35年啦，夠啦。車門慢慢關上，阿蓮嘅身影喺門後面漸漸變淡，最後同成架列車一齊消失喺黑暗之中。咁月台回歸寂靜，好似咩都冇發生過咁。陳伯企喺月台上閉上眼，深深咁吸咗口氣。45年嘅內疚，45年嘅等待，終於喺今晚釋懷。阿蓮原諒咗佢，又或者佢終於原諒咗自己。陳伯同阿傑行翻上地面，老人家嘅腳步明顯比落嚟嗰陣輕咗好多。阿傑冇講嘢，佢知道啱啱見到嘅嘢，佢呢一世都唔會同人講。陳伯將鐵門鎖翻埋，將鎖匙收翻入衫袋。佢望住道門，沉默咗一陣，然後細細聲講咗句：多謝你，阿蓮。清晨6點，彩虹站嘅第一班車準備開出，第一批乘客開始出現喺車站門口。冇人知道呢一晚發生過咩事。陽光穿過車站嘅玻璃窗照入大堂。陳伯人出車站啦。清晨嘅陽光灑喺佢身上阿傑喺控制室嘅窗口望住佢離開見到呢位老人家嘅背影好似比起幾個鐘之前挺直咗好多。阿傑坐返喺控制室望住閉路電視熒幕，1號月台上面乘客開始多起嚟，一切正常。但係阿傑知道喺呢個車站嘅深處有一個永遠唔會再有人踏足嘅月台，同一個永遠唔會再孤獨嘅靈魂。由嗰日開始，彩虹站嘅夜班再冇發生過奇怪嘅廣播，閉路電視亦都冇再出現過紅色嘅身影。但係每逢6月嘅某個晚上，控制室嘅廣播系統指示燈會自己着一着，然後熄翻。陳伯喺1個月之後將條鎖匙交咗俾阿傑，佢話：我可能冇機會再落去啦，但如果有一日你需要落去，記住佢唔係鬼，佢只係一個等緊人原諒嘅女仔。彩虹站依然每日人來人往，搭客上上落落，冇人知道喺佢哋腳下幾十米嘅地方有一個被遺忘嘅月台，亦都冇人知道呢個城市嘅地底收藏住幾多未講完嘅故仔。而下一次當你搭地鐵經過彩虹站嘅時候，不妨望下月台嘅盡頭，嗰度寫住員工通道嘅鐵門後面可能有一個永遠唔會再開嘅月台，同一個永遠唔會再孤獨嘅靈魂。陳伯而家每個月都會返嚟彩虹站一次，唔係為咗工作，只係想搭一轉車經過呢個月台。佢知道喺某個佢睇唔到嘅地方，阿蓮可能都喺度同佢一齊搭緊同一班車。咁多位老友記，你哋有冇聽過彩虹站第3月台嘅傳聞呢？又信唔信呢個城市嘅地底呢？可能真係收藏住一啲我哋唔知道嘅故仔。如果你都聽過類似嘅地鐵靈異故事，
或者你身邊有人喺地鐵做嘢聽過啲咩，請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我係 Max，祝你身體健康，下次再嚟故事茶座聽故仔，拜拜。